环境部今年开始规定，讲旅社饭店袂讲过来提供用一袋的单调的用品，那无适当来用买，也毋过互民众是真怨叹哦。即马环境部是表示讲，那民众是真正袂记自责，业者适当免费来提供。去过器面啊，全部装入去袋仔内面，无要提供民众使用啊。这是旅社业者为着要配合环境部伫咧今年元旦实施的政策，要求旅社业者袂使阁提供一届性的用品所做的改变。当然，有些民众他们会觉得说，是不是一次买了太多？比如说组合包，那这个我们就要建议了。基于这个环保跟减量跟消费者的权益，真的忘记带的，提供单向的。环境部鼓励旅社业者，若民众袂记得建议免费提供，若无建议唔通强迫人客买贵租。有旅社业者表示，伫政策实施了后，开始甲在地农民合作，用竹仔做器面仔，除了有地方特色，实在袂器面仔促进消费。牙刷，阮是没有主动提供，感觉阮伫迄贩卖部里卖，伊迄是用竹仔做的，有较贵。毋过即个机会呢，就是阮甲即个人客沟通的，因为阮是环教场域嘛。今年距离过年休9天，环境部呼吁过年期间出门佚佗大饭店、旅社，爱记载个人的清洁用品。嘛有专工设一个环教爬爬狗的网站，内面提供273个环境教育场所，过年期间会当去行行咧。希望大小朋友会当哪佚佗，哪学习环保知识。记者陈阿双、柯敏哲台北报道。